今仔日是小年夜，真侪人大饼扫饼刷，开始准备要围炉甲拜拜。这个传统市仔人是滚滚滚，像高雄的肉豆公市场，一透早买菜的人就有够多。摊商讲，生意是比平常时啊好一倍。另外，高雄的三凤中街，也就是中街啊，早起采买民众嘛是烧A烧客。我先收你200，来收你130，谢谢。打无用装地啉钱，大家双手是真无形。传统市场下坐也是热热气气。白煮料的打会生理是真加遐，有肉羹、烟肠、花枝丸哈，人客是买个真欢喜，头家趁钱嘛趁甲笑眯眯。大家都很重视过年过节啊，所以大家一定都会买好吃新鲜的东西回去拜拜啊祭祖。店头家发觉拢无啥心，就知影生理有偌凶。到这一单白酒鸡，下昼9点1月到鸡肉就封收了了。头家娘讲，真侪拢是进前就出门的。跟平常比多几成？多了大概2、3多1倍哦。真侪民众打无用完大表嫂，今仔日就开始伫咧准备要围炉年菜，购买拜拜贡品。今天赶快忙完，然后明天要赶快做拜拜的工作。我昨下来买啊，买无够啊，过来年节物件要足济，一间买袂完。安怎买拢感觉减一项，所以高雄规模真细，报道讲市场，或者是真侪人来买菜。市场内底路口拢是人，各有人赶咧办年会。看看。好吃的。店家才开门无偌久，人客都伫墙外内。店门口卖土豆，真紧就叫要红烧甲卤雪。你无要试者，一包200年。高雄三凤中街下早来西人无济，一来就是上准目标啉钱配。都是拜拜用的啦，有需要的话就这边买。除了拜拜物件，年节啦食淡散的，过情过节拢爱创造贴。如果小家庭的话，大概几百块到1、2千都有。除了传统的四手花，还有果子干、趣味好平、好买起，对你抢棍。一个人大概平均大概700-800块吧。民众把握时间看年菜、拜年会，准备团圆围炉过好年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